正大消息，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哲要找亲民党的市议员黄珊珊来做副市长。外界认为这是郭文哲要甲亲民党合作选总统的征兆。但是亲民党讲，党主席宋楚瑜事先拢唔知影这个代志，感觉上无受尊重。这嘛为宋楚瑜甲郭文哲的会面投下变数。也毋过郭文哲是来回应讲，这应该是解释一个都无代志咯。 参加台北医学大学的活动，无袂记医生身份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真自在。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有人事的变动，亲民党市议员黄珊珊证实讲，郭文哲邀请伊做副市长，敢是为着接班做准备。其实我在第一任的时候就有想过要请他当副市长，长期以来还算蛮友善的，也常常有在沟通的，所以观念上都还怎么讲，都说 OK 的。 郭文哲承认讲有甲黄珊珊接触，也毋过听讲无事先通知亲民党。党主席宋楚瑜真生气，为宋国会增加变数。没有去看他是哪一个党，就是说他对那个位置适合不适合，在讨论阶段是大家有默契，但是我们都还没去正式去处理。亲民党那边现在是更不满你了。不会啦，这种东西解释就好。 亲民党今年甚至讲宋楚瑜对宋国会有顾虑，就是烦恼讲郭文哲的黑白讲，再加上郭文哲接受华视节目专访时，讲韩国瑜若是选调总统，爱食爱困药啊。甲郭文哲做伙参加活动的韩国瑜国政顾问张善政都无认同。听一听笑一笑就好了，不必当真啊。会觉得不太尊重韩市长吗？他尊重过哪一个人呢？听他前半段就好了嘛，笑笑就好。 总有一句，亲民党手中要有总统候选人政党推荐的门票，若是郭文哲真正对选总统要有想法，就袂使有台北市政府的人事变动影响到。